就是讲，人迄已经迄个状况足歹啊，你迄个国家险查天花道，迄个恁爱注意迄句是叫做险查天花道。顶个捌有人伫网络讨论啦伊讲是险查天花道，还是险查天花道？我甲你讲其实这足简单，会当从即句的语感甲抓出来。当然毋是险啦，因为你查摕来险，这迄个险查甲天花道无关联啦，是讲甲查甲险落来有无咱用手有无？咱讲三险落来将迄安尼一大把有无？安规堆甲险来迄个是毋做做险？对，你讲到这字险我即摆我着想着较早装较迄个啥，什么时阵定会讲做险？我讲互恁听，反正有人还佫会记哩来，这个就水啊我较早挂丢啊挂丢啊迄个较早用个机器孔阮那上大机器孔，佫是用骹搭一个搭爱安尼旋叫迄个啥呢？迄个咱讲迄个丢啊甲摕机器孔顶悬迄个机器孔顶悬想要一起着无？伊就安尼将迄个啥切叶会甲摔落来嘛就是讲大人丢啊挂好了后，伊就会安怎呢？伊伫原本挂的所在挂会着无伊个差不多一险一险迄当阵的单位嘛拄好做险，一险一险囥喺啥？囥喺迄个就是田顶悬囥涂骹。阮做囡仔的做囡仔较细汉有诶，还佫袂晓挂，但大人就讲你莫挂，你去迄落将迄丢啊险来险去迄个机器桶边啊遐互人用机器桶去甲迄个啥切叶甲拍落吧，安尼就好所以迄个叫做险啦所以咱的台语即句应该是险查天花道，毋是险查天花道这个意思就是甲啥？就是讲做迄个啥抱薪救火共款的意思。险无一定爱放伫咧手蹺啦，就是简单讲，就是整把整个抱过来，迄个台语就做险。阮较早定定嘛去险丢说迄落啥呢？迄个亲像衫有当时装卡一个曝济有无迄个当时收规堆阮阿嬷讲迄衫险迄落险空床底挤的就是整把抱过来，迄落做险无一定讲爱放伫手蹺啦。